運輸策略藍圖，八縱八橫策略基建，突破地域界限，由社區走到大灣區，拓展生活圈。新一代運輸交匯樞紐，連結不同出行選擇，匯聚創新智慧，按需求導向提供嘅公交模式，靈活調派滿足需求，優化資源配置，網約車合規運作，建構平台，智慧管理交通，智慧公路及實時燈號調節，提升整體運輸效率。自動駕駛投入營運，系統化增加泊車位，電動可移動工具安全合規使用，在全港15個地點設立對角行人過路處。運輸策略藍圖，邁步出行新里程。